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講聲你知。今集我哋會傾下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喺社交溝通方面所面對嘅障礙。呢類小朋友啦，往往難以理解其他人嘅諗法同埋感受，導致佢哋喺建立朋友關係上面遇到困難。為咗了解呢個背後嘅原因，我哋請嚟言語治療師 Anita 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呢個議題。咁講起高功能自閉症，首先就要講下社交溝通障礙嘅成因啦。咁呢個成因咧，主要包括咗3大理論嘅。咁第一個理論就係心智解讀理論啦。心智解讀能力比較弱嘅人，佢哋未必能夠理解對方嘅想法啦、感受、信念、立場或者知識等等，以致佢哋未能夠預測對方嘅動機同埋行為，而作出相應嘅反應。佢哋咧亦都唔能夠明白一啲非語言或者副語言信息，去了解人哋嘅諗法喎。簡單嚟講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唔明白人哋嘅眉頭眼額啦、言外之音等等，令到佢咧喺社交情況之下咧好容易產生誤會喎。第二個理論咧就係執行功能啦。執行功能比較弱嘅人咧，佢哋好難用過往嘅經驗類化去新嘅社交處境，令到佢哋缺乏彈性喺一個多變嘅環境入邊預計人哋嘅諗法或者動機。咁相對嚟講，佢哋就好難去作隨機應變啦，或者唔能夠好彈性咁樣處理問題。另外，佢哋嘅抑制能力亦都比較弱，唔能夠有效咁樣接收各式各樣嘅社交資訊，以致佢哋咧未能夠兼顧人哋嘅諗法、感受、立場之前咧，就會好魯莽咁樣去做出回應。咁第3個理論就係中心聚合理論啦。中心聚合能力比較弱嘅人，佢哋唔能夠掌握同埋明白人哋說話嘅重點，或者佢哋自己講說話嘅時候都會好冗長，冇重點喎。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咗佢哋嘅有效溝通嘅。有啲小朋友啦，冇同理心，唔理解其他人嘅情緒啊或者諗法啦，搞到好難同人哋相處或者識唔到朋友啦。咁其實呢個係啲咩原因嚟㗎？咁我哋話咧，其實呢個狀況就係佢哋缺乏咗心智解讀嘅能力，佢哋唔能夠理解對方嘅諗法、感受或者動機，以致佢哋咧互動嘅時候唔能夠即時用一啲好合宜嘅方式回應，甚至乎同對方產生誤會喎。而佢哋未能夠感同身受啦，同理心比較弱，佢哋亦都會較少去人哋做出安慰啊、鼓勵等等嘅説話，而喺互動溝通嘅時候，佢哋好多時都唔能夠揾到同其他人嘅共同興趣喎。例如佢想同人傾偈，佢都唔能夠好恰當咁樣去打開話題或者轉換話題，佢就淨係會顧住講自己有興趣嘅話題，又冇理會到對方嘅反應嘅。咁家長可以點樣重點提升佢哋社交思考能力嗰方面呢？咁其實我哋可以着重去幫佢哋訓練下明白其他人想法嘅能力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會令到佢哋知道，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諗法，然後原來每個人嘅諗法可以係隨住時間而改變嘅喎。咁當人哋嘅諗法可能與自己嘅諗法唔一樣，我哋就要學識去尊重人哋嘅想法啦。呢個亦都係建立同理心嘅基礎嚟㗎。咁之後咧，佢哋就會嘗試學習替換立場啦，嘗試去代入人哋嘅諗法。咁最後佢哋就能夠按住佢對其他人嘅認識，合理咁樣推測人哋有咩想法感受，而去同佢哋相處嘅。如果小朋友出現呢個情況啦，喺日常嘅家居入邊啦，家長可以俾啲咩訓練佢哋做咧？如果想喺平日令佢哋多啲明白其他人嘅想法咧，其實喺屋企可以同佢做一啲嘅分享活動嘅。例如咧，家長可以同小朋友各自分享一下引發唔同情緒嘅原因。咁舉個例子啦，譬如家長可以同小朋友嘗試畫圖畫又得，或者用文字記錄一下4件各自令佢哋覺得開心嘅事點喎。咁然後當佢哋完成咗之後咧，家長就可以同小朋友做一個比較同埋討論。咁小朋友咧就會好清晰咁樣睇到，原來唔同嘅人會因為唔同嘅原因而引發情緒，咁就會引申到佢哋明白到原來每個人嘅諗法係可以唔一樣嘅。另外咧，第2個分享活動咧，我哋就可以建立一個叫做情緒指數嘅活動喎。其實嘅意思就係我哋會定出0至10分，譬如0分就係好唔開心，5分就係情緒好穩定、好平靜，10分咧就係非常之開心。
然後我哋按住一個特定情況，請每一個人咧評分，填上佢嘅情緒指數。舉個例子，譬如我哋今日咧嘅情況就係睇卡通片，小朋友咧就可以俾佢嘅評分，究竟有幾開心呢？家長亦都可以俾佢個評分。咁佢哋俾完分之後，再去做一個比較，咁佢哋就會睇到原來每一個人對同一件事都會有唔同嘅反應。咁除咗呢一啲分享活動之外，我哋其實都可以用一啲我哋經常接觸到嘅媒介，去幫小朋友學習點樣代入人物嘅立場，推測人物嘅想法、感受或者動機嘅。譬如我哋可以用一啲經常見到嘅圖書啦、卡通片、影片等等嘅媒介。咁家長同佢哋一路睇一路分享嘅時候，當中可以發問問題啦，或者同小朋友討論喺影片入邊唔同人物嘅想法同埋感受。另外，我哋有時都會用漫畫嘅喎，我哋就會將漫畫入邊嗰啲人物嘅想法泡泡啊，或者對話泡泡留白。咁當我哋留空咗之後，就好似咧小作家咁樣，同小朋友一路睇漫畫，一路就住人物嗰個嘅狀況啦，去創作一啲嘅對白或者想法，咁樣都係幫助緊小朋友嘗試去代入唔同人物嘅立場同埋想法嘅。今集唔該晒 Anita，下星期繼續講聲你知，拜拜。